今日我哋咧就會介紹咧 Charlton Ladies College， 亦都係簡稱 CLC。究竟 Charlton Ladies 有啲乜嘢好？我係升學界花姐，如果你對我哋嘅監護人或者升學服務有興趣，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咁 Charlton Ladies 都喺英國咧係一個非常好嘅學校。如果你喺香港係讀緊一啲名女校，好似我以前咁 Marymount、St Paul、Stephens 等等嘅話咧，相信係去英國留學 CLC 一定咧係喺你嘅申請名單裏面。究竟 CLC 喺邊 ？CLC 咧就喺英國西南部。如果你知道碧仙桃 Bristol 喺邊咧，大概距離就45分鐘。由 Cheltenham 翻去 London 咧都要2至3個鐘頭左右。大部分嘅學生都會偏向咧搭車多過搭火車㗎。CLC 咧到而家都係 hold on 住佢哋嘅女校呢個 status。由於英國已經好多學校由女校轉咗男女校 ，CLC 當然嘅學術成績非常好。我第一個學生大概係2012嘅時候，就係讀 IB 課程順利地入到 University of Chicago， 仲要係 unconditional offer 添。除咗學術成績之外，佢哋嘅課外活動亦都係要求好高，亦都非常出色。所以 CLC 嘅女仔呢，我哋通常都叫佢係比較 all-round 嘅女仔。佢亦都有個主旨就係培訓一啲咧比較獨立、有自己思維嘅女性。所以喺大學申請上面，好多嘅女仔亦都好有自己嘅想法。我最近畢業嘅女仔就翻咗香港，係讀緊 Hong Kong U 嘅 law。CLC 咧係一個非常注重寄宿嘅一間學校，而佢哋嘅 boarding house 係非常多。有2點要注意，第一就係當你入學嘅時候，一定要問清楚究竟咧學校同埋 boarding house 嘅距離。最遠一間 boarding house 有機會行到10分鐘咧先至翻到去。第二樣嘢就係由於佢始終係一間咧比較傳統嘅寄宿學校，仲係保留一個 X 日嘅系統，即係話每個月都要放假，都要去寄宿家庭。而我哋公司就好好彩喺 Cheltenham 裏邊係有唔同嘅寄宿家庭。如果你已經收到 Charlton Ladies 嘅 offer，記得聯絡我哋啦。